有慈善團體佇頂禮拜是去到嘉義東石的這魚港來辦予魚放生的活動，想袂到有人佇咧網絡分享這個消息了後，對這禮拜一開始，逐工攏有真儕人走去東石咧釣鱸魚，顛倒真做是生態危機。魚仔順着港仔流入去海內底，岸邊閣有真儕民眾一趟接一趟倒魚仔入去。19有慈善團體佇嘉義縣東石魚港舉辦予魚放生的活動，想袂到放生拄結束，魚港就出現來釣魚仔的民眾。還沒有看網絡，好像我快要每個碼都爆桶啊，所以對啊，想要來聽聽看啊。聽說是放生的，對，所以你也是對趕來釣，看人家 po 文就過來看看。收穫怎麼樣？收穫還好，就釣4、5隻而已。有網友佇網絡發文，講佇遮釣到真儕金目鱸，結果為拜一開始，魚港的附近馬三角頂面，逐工攏有真儕民眾來到遮釣魚仔。現場民眾表示，下晡時風影較大，釣起來的量無再時濟，就有網友佇網絡講，這是鱸魚之亂。對，吹上面有鱸魚之亂，然後大家都在這裡。就這邊外攏釣了等於。原本是善心放生的活動，轉去換予魚港加做民眾新的釣魚場。嘉義縣政府漁業科指出，這個慈善團體事先有向因來申請要放魚仔，是合法的予伊放生的活動。呼籲想要佇海域來放魚仔的團體，攏要向當地政府提出申請，才袂受到處罰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